唔講唔知，點解以前嘅歐洲人覺得曬黑係窮人嘅表現？小朋友，依家到咗7月炎夏，好多人都中意去沙灘玩，曬到一身健康嘅古銅色皮膚。但唔講唔知，喺幾百年前嘅歐洲，歷史文化觀念完全相反。嗰時嘅貴族非常驚曬黑，覺得皮膚越白就越顯得高貴，而曬黑就係窮人嘅表現。因為喺以前未有機器嘅年代，基層農夫同工人都一定要每日喺猛烈嘅太陽底下進行長時間嘅體力勞動，所以皮膚一定會被曬得好黑。相反，有錢嘅貴族唔需要工作，每日都可以留喺大城堡入面睇書、彈琴，所以皮膚就會保持得好白淨。為咗顯得自己同人唔同，嗰時嘅貴族出街一定會攞住遮陽傘，甚至戴面具。呢個歷史故事提醒我哋，審美觀其實只係跟住時代文化不斷改變，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唔使盲目跟風呀。想聽更多故事，可以致電27778899按2，或者係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拜拜。